一影礼炮铁云霄，大天宣化换地面，起拍。你看，哇麦嘞，有水无？水哦，很高啊！ 3层楼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牌楼啊，跟我出生那一年一模一样。我出生那年盖好的。你看这条啊，全部拢是千年块木，拢是 Hinoki， 都1000多岁了啦，算是亚洲哈最大的午门式木造牌楼，木造的就4年哈。你看那里面雕工多少艺？呀，我在那筑巢嘞。对啊。 内底婴啊，还有迄麻雀拢在内底，人徛喺遮外，风在咧吹，咧听迄鸟在叫啊。这个你历史足久啊！你敢看这个？我知影要60年啊。60年哦，安尼应该搁较早，你敢看这对啊个？，搁较早对。你看迄个变，有看到？好了呢，很神奇呢，我都唔捌用这点过呢。好了。 来听，先甲观音妈挨下指节，用苹果的那个地藏王菩萨。祝神年牛，哎，祝生女，哎呦，做敏感的，这边搞的，我个叫我生啊。好，来进灯。 哦，我来做一届啊，我唔捌洗完。哎，钟安叔你好，你好。这个庙几年啊？建业伫1662年啦。白啊！我都问讲这个庙有100年，无你甲我讲无，我你讲，你拜拜，你个先忏悔一下。这因为真当时标是伫王爷港遐打电落的时，哦，因为河流改道啦，所以讲到尾啊，才迁刷来嘉练。哦，刷过来。对，叫迁刷来嘉练。我知影是刷过。对对。好啦，你莫拗啦。我来你讲啊，好，你讲的300几年时，伊登陆的时，因为我知影，我知影是因为哦，300几年是358。哦，358。啊，你是不是都台湾上早的王爷庙啊？对，王爷庙，所讲嘛叫做开山庙，嘛叫做王爷庄庙。咱新尊用方的则是迄个5五千岁，以我主犯，哦有5尊啦，这主神啦。你看这雕刻，你就知影讲历史悠久啊！而且你看，这种香的粉啊，那个乌乌啊，对啊，光片是四标，啊，这个是偌久啊？为什么变成乌色的？讲一几年。真当时是台澎总编苏宜昌来关现的，这个苏宜昌等于这个海军总司令啦。哦，爱顺时来到这的时，啊，听人咧讲河东军身吼，到这个神明，这个真神讲的，啊也感觉讲这种传说啦，当然无相信嘛。啊，所以讲伊大叫伊的兵啊，自我拢总请去伊的赢别人啦。才会去做客的，这个去做客，不是哦，用衫啊顶甲白白的，我限你3日内，你若有法度人家8下啦吼，那你就真正有。哦，安尼算绑票性命哦。哎，啊，若无要来做火茶啦。啊，第1日、第2日，我不点淡嘛，到第3日迄个中昼，啊，忽然间哦，乌云密布啦，吼，狗啊小家去弄着迄条啊，我自然8下啦，啊8下就感觉哇，这真正是。伊甲亲自请王爷转来回殿啦，吼，了后送这块表啦，送回系列的对啦。这就快啊，这偌快哈！
庙的本身3.35公顷，挂外口啊，若去挂外口的停车场是38.5公顷，一工行不完呢。看热闹的真紧行得过啦，看门道的2码3节，啊，搁直接咧上。安尼咱就爱看300几年的门道。来，咱伫这早前啊，这进台湾唯一的一个。对，这是迄个大陆吼，天地牌王一顺因前当时来做的，伊这拢顺这啦，拢是一个小块木顺接牌。咱过一维修的时，建筑师唔敢甲跳啦，跳了我倒落去啊，就无法度人做。对啊。啊，拢无传水落啊，地主。传落来要做较上这啦，你来看伊的吊档创啥的完全交包伊啊，庙拢无共哦。所以讲，这个早前唯一一个，哦，不已经包也无啦啦。啊，还有啥物啊？还有啥物门道？好来，咱看这灵条，这个灵条吼，那机关我有唱前头。有影有。无，但恁讲恁看无？来，这叫啥？蚌壳精，蚌壳精。哎，就老多上就给啊，先杀了啊。那个年代吼。伊是安怎唱地下啦？你真拢是一块庙林啦，这那股票，啊，你若创咧迄阵的人会反对咩？其实咱看是无啥，啊，但看较保守。迄阵的人保守啊，啊，但是迄个工艺师，你在你头唱地下你啦，讲菜。因为伊伫底啊嘛，你袂去煮的着啊。免食，佮再有一杯迄个这个。美人鱼。哎对。美人鱼，对啊。这样假你知哦？没有。我唔知啊，你做你讲是唱什么美人鱼呢？哎呀，一个蛤蟆精呢。你讲一下蛤蟆精过来就是美人鱼啊。来啊，就等恁对称啊。啊。对吧？哎，真正有美人鱼呢。对啊。你看伊刻个讲外语的。是啊。咱这看了吼，咱就来来电。哦，会当去来电嘛？来电恁来对开放吼。啊，感谢感谢。哦，会当入来煮电呢。来。因为咱这。人文神大天路5000岁，所以讲咱的主神就是5000岁5尊。按这5尊各有专精啦，大王好日子，看日啦啦，人要结婚创啥的吼，要选择日子，要看要动土创啥。李富千岁，嘿，李富千岁，地王好流水，讨海。哦，好海拜地王。三王好地理，所以讲要打风水地、厝地啦、庙地啦，拢这是三王咧管的。三王是五虎吗？会对，五虎啊，不秋秋啊，一尊啊。哦，啊，这个诸王好签诗，好签诗，就人拿来抽签创啥的吼，在我拢诸王咧出来。哦，관王好药理，抽药签创啥的啦，吼，要医病拢是관王。拄起安尼话，咱一个传统看运。正有点安太岁，这是最近后来什么这届啊，变创啥的吼，有有咧点点，对，安太岁。啊，较早咱看运，就是咱这个男命出生的日子，你带去对啊写的，后来看伫这个宝箱恁吼。哦，这卡，这就是自建庙，啊，咱这个看运箱就对了。顶管伊是八卦，啊来，这四只蝙蝠诶，啊来，写莲树吼，莲，好对，你来看，哦，看运呐，看运箱，啊小姐，好来，写的，啊来看的，这来看的，就是讲歹运我来看，好运出来，咱今年，互你顺利平安汉钱。但是说讲这是一个宝箱啊。来，请大家来参观这个凌霄宝殿哦。这是一个做新的建筑吼，啊嘛颠覆传统的做法啦。凌霄宝殿是天公伯大的所在啊。对。啊，你看咱的彩画吼，啊，金星都是现代成本的这单手脚。你讲卖菜的。啊，那边啊，顺应时事啊，陈树菊啊，这人你弄实在接下来，哦，给讲的陈伟英啊，陈伟英啊，精英的时阵哦，对，啊，够有像，这个啊，我知影，我看到啊，这边啊，王建民，上清的王建民，对啊，哦，你就叫过来这看，看因哋拢大伫遮，曾雅妮，高尔夫，啊，这个。郭宏志啊，所以讲咱内底彩画吼，真济拢是即几年来台湾现面的，所以一块庙是
颠覆传统。这是10年来在风云人物。对。变做讲，咱五府沉水迄边是古迹，拢古早时代，古早时代的物件。这边是现代的故事，大家拢是现代。古代跟现代结合的一家庙。咱这个看比顶悬的走前看吼，顶悬这是30个天官72地刷顶。哇！哦，八卦这嘛是较外口对，无共，吼。啊，但是伊这是以30个天干72地刷。天段。天段咱若去啊，这个木材写用上地嘛。哦，这个是黄金。用鎏金的方式来做，前当时黄金1两1300块，我用万角用关险，但是到尾后要做的是黄金1两200啊，刚起起的时阵，我迄阵都无法度，咱关险无够，是我咱来关险的金牌，所有拢总在有而且哦，对啊，佮再来，咱边仔。所有的雕刻，这拢是这个颜色就去用的，这不是你的哦，这拢叶啊，这样叶啊，真本真了。这本真了啊，啊，所以你都会找这叶啊，这水的色这较早有通吹，即马已经这无，这拢是这水的呢，你看伊的毛色个红色的，哇，伊拢颜色原理啦，这30几年前做的啊，这拢先做下来，尾啊才去豆豆啊起的。这若无带车，你当咱行，你唔知地站嘛？哎呀，唔知地站。哎呀。哇，安尼够看来，好来站这，好，耶，赞耶，2、3，赞。